主题，开灯开始。想到一公，二是公，三是公，滚到一公，二是公，三是公。准备传到一公，传到一公。是助理各位先请。是助理左右，各位先大家晚安。老师晚安。去学理结论。先天师的本下属于当个基本，做事也丰足，咱自尊是为了要在年留意来点。像咱老前年五大医生，甲咱二手台个先过点文书的目的，有咱一整日运费，点文书甲助理甲学校栽培督促，感觉学校今日来到这个机会来甲过一个学习。那么因为学校8月份呢，就爱伫咱中央的课程内底学习11种、记11种，所以因暗呢学校来甲咱过一个共同来学习。那么当然对这个经典学校真正有够惭愧的吼，所以去咧学民主学中庸吼，真正战战兢兢啊，尤其咱王典师的这个标准，伊这个人讲严师出高徒，结果吼有人哪有高徒，只是真正有够惭愧，非常的惭愧。所以呢，伫学习的这个过程内底，拢非常的战战兢兢，非常的恐惧。但是呢，人讲结者成也啦吼，若讲结着吼，人讲赶鸭子上架，你没有上架也不行啦。但是伫学校的教授内底，我教授讲，咱今日学经典，学习其实拢就是要来，人讲要来体验家己这个，迄个啥，心高意马吼，因为咱的心真正是千变万化，所以呢，学校正伫这个前沿，甲咱讲一个来分享。圣经甲咱讲，天降甘露生万物，不劳经典是要度众生。那么咱研究5千几档的这中国历史，甲咱312部经典，所有的这经典，所有的这史书，所有圣人所留落来的这圣文不归，拢也就是呢要来度化咱众生的这粒心。那么当然，而且呢，学校非常的感受着讲，咱今日研究经典，咱甲圣贤做知心的朋友，不过也就是要咱了解讲，咱今日要安怎除去义不符，恢复本有的这德性了后，咱会当真正经过经典真理的滋润、真理的洗涤了后，咱有法度通出离生死苦海，真正会当讲来返本还原。这是学校学经典以来的一个亲手的感受。人讲经典虽然是古人所留落来的这个精华，可是伊呢让遗古遗今。那么伫几来千年前，咱的圣人伊已经拢了解咱活世的这个众生呢，咱的心是真正有够爱激动的啦吼。亲像学校阴暗呢，搁看了这个新闻报道，我心真正有够气。后人咧驶巴士呢，车看着红灯无停呢，怎啊咧甲弄落去，想要拍玻璃去。自成呢，搁驶 BMW， 遐尼勇的车，咱袂控制加速呢，咱撞落。那么呢，一个19岁囡仔，虽然是读，讲共病高富，可是呢，伊有法度17岁伫学校是有够水的，佫有够优秀的。可是因为伊的心，人讲道会成分呢，从伊3岁的这个妹妹甲开始，学校而且教授着讲，咱今日只要研究经典了后，佫会产生这种心嘛？这个真正人生不古世风一下。所以，伫遮咱研究经典，不过就是要度化咱众生的心。咱有84000个方病佛留84000个法门来甲咱度化。那么咱经过度化了后，咱才真正有法度通离苦得乐，嘛才有法度通返本还原，归根复命啊！这是学校呢，伊个这
感受呢，甲咱各位一个不一样。那么当然，学校因后要学习的，就是中庸的第11种。那么伫第1章甲第10章呢，亲像学校一礼拜拜六就来，我就来学习着伫9、10、11、8、9、